最近有一份研究讲，台湾是全球受到境外假消息影响上严重的国家，而且是连续10档拢排第1名。专家表示讲，亲像是 FB、Line 甲 TikTok 这的境外平台，若准是互人用来犯罪、来伤害国家权益，其实咱高达也无通管制。所以希望政府应该爱对美国甲欧盟的脚步赶紧来立专法。根据瑞典哥德堡大学2023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台湾是全球受境外假消息影响上严重的国家，而且连续10年排第1。去年法国某电视台拍纪录片，指出中国透过TikTok的假消息来影响咱的选举。但是像面册、Line 和TikTok这挂大型境外平台，若是用利用来犯罪、伤害咱国的权益等等，有律师就指出，台湾到达也无专法通管制。中选会被指控说大规模做票，后来发现那个根本就很多是假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假的影射或者紫色，你却没有对他有任何法律上依据要他下架，这就是我们目前遇到的困境。台湾教授协会开记者会指出，美国欧盟拢有制定网络专法，但却搁咧用社会特殊维护法来管理网络犯罪案件，尤其面对境外平台的诈骗和假消息等等，各有可能会影响到国安的部分，咱拢需要加强网络的治理。协会找专家学者伫咧记者会顶悬要求新国会爱制定专法。除了我刚刚讲的商业性的、犯罪性的刑事犯罪以外，我们还有国家侵略、武力威胁问题，是国安等级的。所以，我们现在期望民进党的行政院跟国民党、民众党占多数的立法院，都应该将网络平台的专法列入最优先的法案。咱常常拢会用网络来买物件、查资料，也是看影片。网络对咱的生活影响真大。专家学者嘛呼吁政府也要要求这境外平台伫咧台湾就要有法定代理人，保证平台会当遵守台湾的法律，就是管理的实际业务，后面将有安全的网络世界。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